大家好，今日又上咗嚟珍稀睇下佢嚟緊星期六將會上拍嘅錢幣。首先我哋不如睇下香港嘅代表。香港嘅維記1868，狀態幾好下。暫樣62加，65分嘅 RD 嘅銅仙啊，非常難得啊嚇！呢個分數已經近乎完美㗎啦，其實。跟住睇下我哋國內嘅代表作，我成日都講香港人應該買返廣東龍啊嚇！我係廣東龍嘅頭號 fans。嗱，呢隻我推介呢係因為佢狀態真係唔錯，平咗一個少少嘅刮傷，少少刮傷，但嗰個包裝同埋個狀態非常之唔錯，齊輪啊！漢字嘅半圓係好少見啊！漢字半圓，識玩嘅朋友真係唔好錯過。奉天嘅1錢4分4，呢隻仲要係超級舊盒喎。有潛力啊！鹿頭